们现在小朋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说国语，那因为我们要推动母语教育，让小朋友在我们国小的阶段呢，就要开始学会我们的母语，也就是闽南语。所以我们在读经班的课程内容里面呢，除了国语的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的读诵之外，我们还加入了这一篇号的速度连台语的读经读诵。小朋友们为了今天要来我们神园义和圣堂表演，他们都很用心的在练习哦。各位前贤，我们再给小朋友以及罗爷爷一个热情的掌声。赞！人民长官。人民长官楼，人民长官。热烈的掌声，感谢关田读经班的小朋友们。
关田国小男女长官也要分享。感谢关田古今班的小朋友带来这么好的表演，也要借此机会感谢在世界各地推广教育读经教育的老师跟家长们，因为他们透过经典，让小朋友在潜移默化之中得到圣贤的智慧。典范表扬，在进行典范表扬之前，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影片。